Hello，你好嗎？我本身好少去韓國，上次去嘅時候已經係10幾年前嘅事。今次為咗音樂節，順便去濟州玩5日。自駕遊環島，原來濟州咁近就已經有深山、海灘同熔岩洞。你想要大自然嘅景色，又或者鬧市嘅生活都有。我覺得今次有啲趕，因為西面冇機會探索。亦有啲主題公園仲未有時間去。濟州環島唔停嘅話，只需要3個鐘，比起冰島細好多。景點之間只需要半個鐘左右，而南面去機場只需要個半鐘。喺東面嘅海灘，你會發現好多當地居民會赤腳喺沙灘行，佢哋進行緊 earthing， 將身體同地球接觸，增強抵抗力同放鬆。喺濟州，四季氣候分明，所以有機會嘅話，可以喺唔同季節過嚟見識下。希望你揾到屬於你嘅生活模式。